大家好，嚟到智庫通嘅市場脈搏。其實香港每年咧都會舉辦好多唔同嘅大小型活動去吸引人流㗎。究竟香港就係有啲乜嘢優勢，可以就係令到城市經濟做得更加好？今日就同兩位嘉賓一齊傾下，有我哋嘅項目顧問 Marine 嘅 Marine， 歡迎你。Hello， 你好。你好，咁亦都有咧，就喺安全方面咧有好多資深經驗嘅兩 Sir 嘅，兩 Sir 歡迎你。Hello。先問下 Marine 啦，咁其實如果講話城市經濟，咁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推動到好多唔同嘅行業㗎。過往你哋其實都做好多嘅活動㗎喎，咁其實係咪真係每次舉辦一啲嘅活動都可以帶動到飲食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唔同行業咧？咁如果我哋平時咧策劃呢個大型活動嘅時候咧，就首先睇下市場而家係興啲乜嘢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即係適合係做啲乜嘢嘅類型嘅活動啦。咁好多時咧大型嘅活動咧就係如果我哋喺香港做活動咧，就希望咧其實吸引除咗本地嘅客人之外啦，咁就希望係吸引到海外嘅客人過嚟。咁如果當我哋可以做到一個活動係吸引到海外嘅客人嘅話咧，咁就當然會帶動到經濟，就包括就係話旅遊啦、酒店啊，或者係呢個餐飲行業啊。咁就因為佢哋會嚟到香港就會當然會有啲周邊嘅消費，咁所以呢個我哋平時如果我哋做啲項目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助到其他呢個業界嘅。我哋見到就係而家多咗好多嘅活動喺香港舉辦㗎，咁其實城市經濟，你覺得就係當中如果要想做一個成功嘅活動，要有啲咩元素啊？嗱，香港優勢咧就一路嚟講咧，比外地咧嘅感覺，香港係比較一個相對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安全呢樣嘢已經係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參與者㗎啦嚇。咁因為喺香港嘅法律法規嗰度咧，個發展都非常之完善嘅啊。咁啊照顧咗好多唔同嘅領域去照顧住喺我哋去舉行活動嘅時候咧，要各方面都要有呢個安全。去保障所有嘅參與者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相信能夠吸引到一啲本地啊或者外國嘅旅客啊去參與我哋嘅盛事啦。咁而個盛事裏頭，大家都理解，講得盛事嘅一定係吸引咗有即係數千數萬人嘅參與者。喺呢方面就變咗嗰個安全咧係尤其係特別重要嘅。有咗地理優勢，亦都有就係安全啊、法規等等嘅支持底下，想問下 Marine 啊，其實你覺得就係香港喺未來可以舉辦一啲乜嘢特色嘅活動，真係有我哋自己本土嘅一啲色彩，而又同時吸引到香港人啦，亦都可以吸引到啲遊客咯。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咧都策劃當中咧，就係咧做一啲喺其實香港咧有個好處就係你去任何地方都好方便。咁而你知道啦，其實而家我哋其實中國國內都好多嘢玩啦。咁究竟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可以突顯到香港，特別啲人專登要嚟啦？咁其實我哋策劃嘅咧就係可能係做一啲熱氣球嘅活動啦。因為點解我哋會咁樣諗咧？就係因為熱氣球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就算你話去任何地方你有熱氣球，但係佢嗰個環境上高係唔一樣嘅。咁好似我哋而家諗緊就話，其實會唔會可以展示到香港一啲好特別嘅地方，即係例如好似而家話緊北都發展啦，咁我哋就會唔會可以展示到其實香港呢個北都其實呢個嘅郊區有幾咁靚？因為你外國你未必會可以見到呢啲，例如好似紅葉啦，即係好似大棠紅葉咁。咁所以我哋諗緊就會唔會可以係將呢一個咁特別嘅一啲天然嘅一啲嘅美景可以帶俾外國嘅旅客啦。咁所以就話，如果我哋能夠可以喺北都呢啲元朗嘅地方係做一個熱氣球，咁而可以除咗令到香港嘅市民亦都可以升上去呢個嘅一個高度啦，去觀賞下呢一個嘅元朗嘅呢個紅葉啊，咁靚嘅環境之外啦，咁而外國嘅客戶亦都係會嚟到香港去參與呢一個活動，因為其實佢都想睇下，其實喺香港嘅時候，佢可以了解下，就話而家香港原來你有呢啲咁樣嘅環境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策劃當中希望可以做得到嘅一啲活動。Marine，咁其實大棠又有啲咩特色，或者係點樣可以吸引到人流咧？
咁我哋咧選址點解會選喺大堂啦？咁就係因為其實咧香港有個特別之處咧，其實就市區同埋呢一個嘅郊野公園嗰個距離唔會太遠。有陣時你外國咧，若然你要一個市區揸去一個比較相對嚟講係優恬啲嘅郊野公園啦，咁其實咧可能要嘥，可能要大半日啦，大半已經日或者幾個鐘頭嘅時間啦。咁其實咧，我哋香港就唔需要嘅，可能你1個鐘頭內你就已經可以去得到㗎啦。咁所以點解我哋選址會係選喺大堂，就係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而另外咧就係我哋要選址嘅時候，亦都要睇下就話其實佢嗰個當時嗰個嘅交通嘅，同埋嗰個地區可唔可以吞吐到咁多人？咁其實因為咧，其實紅葉啦，咁我哋都有數據所得啦。其實佢可以吞吐到好多人，因為你知紅葉其實係一個香港幾大嘅特色嚟嘅，好多人都會專登去睇紅葉。咁而最多人最高峰係可以過8萬人。同時間可以喺嗰度吞吐得到，咁所以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就係話，如果嗰個地方係能夠吞吐咁多人，亦唔會阻礙到交通，咁變咗相對嚟講咧，呢個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大型啲嘅活動咯。咁而同時間咧，就係因為喺呢個嘅大堂啦，佢有好多特別嘅土產嘅嘢嘅，即係例如佢哋有啲種植士多啤梨啊，咁而有好多土產特色嘅嘢，咁就係茶果啊，咁我哋可以咧同時間咧就加入去一啲我哋呢一個嘅活動裏面啦，咁令到就話除咗香港好多人雖然你喺香港住，但係你係咪成日去大堂咧？可能其實 Apple 你對上一次去大堂係幾時？可能都係一個未必係一個近期嘅啦，咁亦都係俾佢哋可以了解多啲北都嗰邊嘅，亦都係配合翻而家北都發展，俾其實香港都市民其實成九都講北都，咁其實北都係一個咩嘅地方咧？咁裡面有啲咩特色咧？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喺嗰邊嘅呢個嘅商界啦，咁可能就頭先我講啦，即係好似例如種植啊，佢哋啲飲食啊，咁亦都可以同時間我哋做一個 event， 俾佢可以呈現得到北都嘅特色，俾香港市民啦，同埋就係外國嘅旅客可以知道我哋香港其實有啲乜嘢咁特別嘅。梁 Sir，咁如果真係想去舉辦呢一啲大型活動啦，頭先 Marine 所提過嘅，咁喺安全方面又點樣可以做得好咧？嗱喺呢方面咧，我哋就一定係好嚴謹去遵從而家個現有嗰個法例嘅要求啊。咁除咗話遵從嗰個法例要求之外咧，我哋更加咧就係會做一啲風險評估嘅。咁去睇翻現場嗰個環境咧，亦都會去睇翻，譬如頭先你講，我哋如果係搞熱氣球嘅，咁佢係一個飛行器，咁呢個飛行器本身嗰個設計嘅安全啦，咁亦都當有咁多嘅參與者進場嘅時候，我哋點控制個人流啊？點樣去保障呢啲參與者佢哋嘅人身安全啊？呢個都係非常重要嘅。其實係咪要開好多會，或者係真係要同好多唔同嘅相關機構或者係部門去協調咧？如果真係要去舉辦一個咁大型嘅活動，係啊，我哋要走訪唔同嘅單位，亦都去聯絡唔同嘅部門啊。咁因為涉及到一個公共娛樂嘅牌照咧，就除咗話本身牌照當局啦，咁我哋亦都要譬如係消防嗰方面嘅安全啊，警方嗰方面嗰個人流嘅管制嘅配合啊。咁如果譬如係話真係要搞呢個熱氣球嘅，咁熱氣球就涉及到呢個民航處佢嗰個安全嘅法規啊，呢啲各方面我哋都要咧去即係聯絡唔同嘅部門去處理佢哋嗰個安全法規嘅。Marine 咁其實就係見到過往啦，咁我哋香港都已經有好多成功嘅活動曾經舉辦過。你覺得未來嘅發展方向就係我哋係咪其實都可以繼續向住策劃活動呢一方面咁啊做得更加多，令到咁就係遊客方面又可以就係刺激下啦，本地嘅消費都可以刺激。你哋有啲咩嘅計劃咧？咁我哋嘅計劃其實咧就覺得唔單止就係好似而家其實香港有個趨勢，好似就係會引入外國嘅活動啦。咁就好似嚟啲演唱會啊，咁或者好似一啲陳列嘅
欣賞嘅嘢啦。但係我哋希望可以多少少咧，就係一啲活動係可以係多啲互動嘅，參與到係啦，真係等我哋香港市民可以參與到嘅一啲嘢。咁就好似頭先講開啦，即係例如你話熱氣球，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香港市民成日都會搭飛機，成日都會飛去唔同嘅地方，但係其實真係有幾多個真係可以係坐咗上熱氣球，用一個半空嘅去睇欣賞翻香港嘅景色咧。咁所以我哋就會考慮緊就係話即係顯示香港嘅特色啦，同埋就係要睇翻就係一年四季，我哋希望可以全年都會有活動嘅。咁而要做活動咧，其實就要睇翻個季節性啦。咁就係例如好似夏天咁，香港其實唔適宜做一啲可能太多戶外活動，因為你見到天氣嘅原因啦。咁所以我哋做活動嘅就希望可以諗到就係每一個季節都會有適合佢嘅活動。就頭先啱啱我講點解我會選擇就係如果我哋做熱氣球可以令到帶即係旅客啊市民上半空咧，我哋會選擇嘅時間咧就係會係喺呢一個嘅12月呢啲時間，因為香港係比較個天氣比較穩定啲，咁變咗相對嚟講咧，咁我哋搞呢啲活動嘅時候就要睇翻就係呢個嘅天氣嘅因素啦，咁就同埋即係各方面嘅，例如環境嘅配套啊、交通啊咁去做。聽完 Marine 同埋梁 Sir 所講咧，咁其實都見到香港喺就係舉辦活動方面咧，又有經驗又有人才，亦都係咧就係專業嘅。咁相信嚟緊咧，亦都可以就係透過我哋呢啲城市經濟帶動到咁啊其他唔同行業嘅一啲經濟效益嘅。多謝晒 Marine 同埋梁 Sir，咁啊做多啲好活動俾我哋參與咯喎，多謝兩位。好，多謝。